香港居屋可以做咁靚，啟鑽苑2到3人單位間2房，客廳設計電視矮櫃，房大理石背景，廳房用玻璃趟門間咗，側邊到頂玻璃飾櫃，可擺手辦玩具。入邊靠窗定製4尺地台床，床尾到頂衣櫃，中間挖空擺啲細碎嘢。呢邊做咗餐邊櫃，用來間櫃間房，上邊留返透氣孔，房間唔焗。廚房入邊有營地櫃加吊櫃，拼色設計幾好睇。門口位做咗半腰鞋櫃，跟住入來櫃間房睇睇，入邊設計上下床，側邊到頂衣櫃，細佬爬梯上床。浴室入邊7字營地櫃加鏡櫃，玻璃浴屏做埋乾濕分離。我哋仲做過好多案例和戶型，咁興趣快 PM 我啦。